小震大消息，來看國民黨的立委萬美玲的後生，嘛是桃園市議員的參選人費廣榮，被指控霸凌甲簽賭，這個風暴是一直在炭燒。萬美玲嘛總算來現身，接受到廣播電台的訪問。伊講伊已經聯絡到律師，要對不實的抹黑提出到告訴。民進黨的立委是講，這是態度的問題，選民攏會一點一滴來檢視。退選不要問，還是好不好？這部一未開始，就希望主持人敏感的問題莫問。國民黨桃園市議員參選人蘇廣榮霸凌簽巧，這爭議在咧網絡頂直表。媽媽國民黨立委萬美玲讓這剛總算公開接受訪問，針對後生在咧幼稚園時期，捌在咧同學的頭殼頂即高拍，含各種坐校車時陣當眾人面叫同學阿伯的萬美玲來表達看法。時間非常的久遠。有一些真的記憶模糊哈，取綽號當中，他自己能接受別人取綽號，但不代表別人在當時完全接受。歸公道中來講到萬美玲成為媽媽上艱苦的一段過去，蘇廣榮高中參加糾偏簽巧心智局移送少年法庭。蘇廣榮針對這一段過去，講是家己的媽媽萬美玲代誌未清，報警處理。不過到一回講是過去的當中網友留言回話講，明明是警察先軍裝線索掠人呢。我想，其實我不是警察，但是我知道有他以後，我一定告訴警方這件事情，就是立刻給我送辦。那我覺得他的下跪，他的流淚，我覺得當時我可以知道他是極度後悔哈。當時老目屎跪落來後悔簽巧，不過如今擱再加上真濟霸凌的指控，滿世界攏是叫蘇廣榮退選的聲音。萬美玲敢若講未來安怎行，也甲伊的支持者做回決定。不過針對相關無影無跡指控，萬美玲的態度真明確。是在澄清之後，如果還有繼續，我覺得可能也沒有辦法再包容。移送能不能止棒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覺得可以交由司法去釐清一些真相。還是一樣啦，態度的問題啦，一點一滴啊，都會接受民眾的一個檢驗啦。萬美玲選擇在咧廣播講清楚，選嘛在咧同一天繼續閃媒體。蘇廣榮的爭議是個走向司法，敢媒體選影響南洋布局，黨內瓜目睭金上。